选掉。所以咱已经有大个祭司头，上帝囝耶稣，经过遐个天，咱就好当一群稳定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稳定，最及时的帮助。现在请咱备办好势咱的心，那么做伙三角来祈祷。Someone pray, Lord, Kumbaya. Someone's pray, Lord, Kumbaya. Someone's pray, Lord, Kumbaya. Someone's prayi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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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rd, Kumbaya.全能阿爸比上帝，我感谢你，
摆用圣神特别的文字，修出你的使徒，无因有能力宣扬你的话语，阮就主要将共款的智慧、仁爱、甲全能的神，嘛赐落予你的罗某。伊的罗某是受命用你的名来侍奉来教示的，根据你的网站，罗某传讲的你的真理，是借着良心，经过阮的心智，有讲多的人，有听多的人来受感动，也有讲多的人也得到了自救。同做未来荣耀主你的圣主名。搁再过几天，美国总统的大选要来举行，恳求主你继续赐落稳定，互全国的百姓，大家拢凭着良心来带入神圣的这个一票。共和党甲民主党拢袂通遵照上帝旨，公平的竞争，互全国100万拢袂通遵守圣经顶的这个教示，也袂通尊叹上帝的旨，互全国的百姓得到主你的听受保护。美国为通伫上帝公义中间，为着全世界促进和平，也恳求上帝来竞选出一位合上帝心的总统来治理阮的美国。但今仔日，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，要来敬拜俄罗斯。恳求你的能力，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乡亲兄弟，做用心灵、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兄弟会当成做上帝赐福的管道。但虽讲美国本土的这个疫情也阁非常的严重。伫东海减载为爆发第2摆的这个病毒疫情的高峰，我就注意继续保护着阮大家身躯的健康，阮专心来倚靠主你的保护，继续做好各自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。但现在我流出一个千起落卜的嘴，想一个感受阮每一人的心思意念。互阮有完本的一个主人，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子名来求。阿门。Someone's pray, Lord, Kumbaya. Someone's pray, Lord, Kumbaya. Oh Lord, Kumbaya. 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启示录19章第1节到第8节。第1节，这个代志了后，我听见伫天顶有亲像规大阵人的大声讲：哈利路亚！拯救、荣光、权能，拢是咱的上帝。伊的审判真实佮公义，因为伊要审判迄个大淫妇，就是用伊的淫乱败坏地上的，佮对伊操流伊的萝卜的血的水来伸因的冤。因佮再讲哈利路亚，小伊的恩庆上悬，到代代无尽。迄24个长老甲4个活物，
拍落敬拜，这是座位上的上帝讲：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有声对座位出来讲：既然恁做咱上帝的奴仆，来敬畏伊的人，无论大细，拢着学落伊。我听起有亲像规大阵人的声，亲像侪条水的声，亲像雷大弹的声，讲哈利路亚！因为主，咱的上帝全能的做王啦，咱着欢欢喜喜将阳光归乎伊，因为羊羔婚姻的期已经到，伊的新娘已经家己备办好啦，就互伊穿光明清气的幼甲布，因为幼甲布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是上帝的话，读这本册，甲听戏的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门。我咯，我的主，我要来敬拜你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听着你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恩典，我的心不如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快乐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着你恩典，我的心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听着你，伫你宝座前。我写念你恩典，我的心不如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快乐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恩典，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听着你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，我的心不如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快乐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恩典，我的心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听着你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，我的心不如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快乐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恩典，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
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听着你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恩典。我的心不如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源泉，你是我唯一的快乐。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恩典。我的心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听着你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恩典。我的心不如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的源泉，你是我唯一的快乐，伫你宝座前，我写念你恩典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亲爱的乡亲、时代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美国国会这个参议院伫这个10月26下昼通过这个艾米巴瑞特的最高的法院大法官的这个任命，宣誓就职的典礼就伫当日的暗时9点左右，伫这个白宫来举行。这个是无数美国基督徒上欢喜快乐这个时刻。那么巴瑞特大法官的上任，被认为是上帝对咱美国的一个任命，因为伊是一个有这个保守价值观的这个基督徒。伊将伫今后的几十年的中间，保持保守派这个优势，伊所带来这影响力，估计会比这个川普连任4年搁较大、搁较久长的。所以伫即摆面对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过程中，咱台湾做一项的这个超前这个部署，就是超前部署这个措施得到外界真大的懊恼，所以有真侪国家进前来台湾来请教、来取经。毋过这呢，毋是偶然的。台湾的这个超前的这个部署，有侪时空的这个背景因素所塑造出来。因为对伫台湾，无都参加伫这个世界卫生的组织 WHO， 虽然台湾必须自立自强，搁再加上2003年抵抗这个 SARS 这个惨重的这个教训，台湾采取这个超前部署，台湾为了这个日子备办了17年，最后这个派上用场，有真好的成绩出来。伫这个疫情、这个居家隔离的时，上界夯的一个口号就是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保持这个安全的这个距离。就是我甲你讲这个口号的背后有流血、流目屎、心酸甲痛苦的。1919年的年底，伫中国的东北爆发一场真大的瘟疫，所以清朝政府就委派伍连德博士去东北去做调查。这个伍连德博士是马来西亚的华侨，是一个真出名的医学家、公共卫生的学家，是中国这个检疫甲防疫事业的这个开路先锋。
为着要防止这个喙烂的传染，我们的博士就设计一种的双层这个纱布的这个口罩吼，中间佫放一个棉丝来加强这个效果。那么这个口罩就被称作是五色口罩、无式的口罩，就是今仔日 N95 口罩的这个前身啦吼。这个五色这个口罩的制作方便，造价真俗，所以百姓就纷纷来甲伊提起来，就大大降低掉这个死亡率。第二项，这个洗手，这个简单的小可代志，竟然嘛有医生为着洗手，煞遭受到迫害，为着这来顺道来死亡的。伫10世纪的后半期，这个细菌的理论正式得到世界人认可以前，有真侪医生拢毋捌想过，这个病内面垃圾的这个卫生条件，可能是造成感染、摊开病症的原因之一。有一个匈牙利的这个医生发现到，生产的这个负责人，因为这个产褥热，就是讲生产以后，对伫病床发热的这个死亡率，竟然悬到20%至30%。经过伊的详细观察甲研究，伊找到这个产褥热的这个解救之道，就是你爱去洗手。总是伊这个发现，却互伊失去了工作，甚至互人送入去精神病院，直到最后冤枉来死伫内底。洗手这个简单的小动作，这个小可代志，当然今仔日毋是一竿一下这个新鲜事，总是当咱的回顾新冠肺炎起初的时，有真侪这分比比的人，就是屙出这个代志的人呢，因在路场呢，因被禁止发声，因受甲人甲伊隔离起来，到因死后才受到恶落一番。不过，这个匈牙利的医生的贡献，后来得到承认。到今仔日，洗手依然是被公认伫病院避免感染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之一。有影呢？这个新冠肺炎病毒，夺走了真侪人的活命，特特改变咱的这个价值观念，甲咱的生活方式。到今仔日，还佫继续真猖狂，继续伫摊开。所以有人发出疑问讲：这要到第时啦？老实甲你讲哦，无人知影，只有上帝知影尔。伫这个人类历史中，天灾日都毋捌停止过。伫圣经中，咱读到上帝是这个超前部署的高手，因为人类历史的走向以及历史的结局，完全都是掌握伫上帝的手中。人类历史行到一个阶段，拢会进入一个混乱的局面。当这个混乱的局面出现，唯有一切拢总停止，互人有这个无力感。上帝就伫这个时阵会出来接手，进入人类历史最超前部署，用这来修正人类历史的偏差，倒转去上帝伊要引出咱行的方向。所以圣经中，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做了400年的这个奴隶，伊每一日是做庄啊，去做这个积会的城，真无聊的工作，大家拢无啥物成就感，因看袂到前途有啥物款的愿望，上帝甲因讲：到家啦，已经到家啦。摩西就进入去上帝舞台，修正历史的这个偏差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脱离这个奴隶的这个管制，进入去上帝为着因备办的这个应允之地。所以上帝首先备办摩西，互伊伫出世伫这个埃及，伫法老的宫殿内面来受教育来长大。
摩西伊学习埃及人的财物甲学问，后来成功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而且领受到上帝这个律法，上帝最后修正，互以色列人无搁再做埃及人的奴隶，行伫上帝轨道的顶面。特别是少年时阵，上帝嘛甲伊做超前的部署，所以上帝就差遣撒母耳运来运过伊，互伊伫即个旷野逃亡来接受经历甲训练，为着要登上即个王位，成做周全的即个备班，修正以色列国行伫上帝轨道的顶面。以斯帖也是上帝这个超前部署的一个人，面对敌哈曼要来灭族犹太人的阴谋，迄个时阵犹太人是无能为力，只有这个披这个麻衫三恢夫伫咧哀哭尔定。迄个时阵，以斯帖已经是王后啊。末底改也捌救过这个亚哈随鲁王，因拢是上帝这个超前部署的一份子，所以上帝就利用这个超前部署，最后修正，互犹太人得到解救，互整个民族通进化，人类的历史搁一摆被修正，行到上帝爱行的道路顶悬。到了这个新约时代，有400年久，上帝点都无讲话，就伫迄个时阵，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主耶稣家己就是上帝这个超前部署，上帝最后最大的这个修正，上帝国度透过主耶稣基督临到了这个人间，互人类的这个历史按照上帝计划来往前迈进。保罗也是上帝这个超前部署的之一。迄个时阵，外邦的世界是无认捌上帝，无敬拜上帝，也无服侍上帝。外邦世界是个真混乱的这个状态。上帝呼召保罗成做使徒，要修正这个外邦的世界，通进入上帝这个轨道的顶面，教会就有能力面对外邦的世界来展开宣教的工作。上帝伫这个初代教会嘛，做这个超前部署，备办了基督的信徒，就是基督的教会修正了以后历史的倾向。初代教会遭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，使徒约翰被放逐伫这个拔摩海岛，所以初代教会就陷到伫这个混乱。伫这片混乱中，约翰伫这个拔摩海岛领受了这个启示录，所以启示录也就是上帝超前部署的一项。所以启示录甲上帝的百姓讲，将来的局势要带予因快乐甲安慰。捌有一个宣教师伫殉道以前，对逼迫伊的人来讲话吼，讲我毋惊，因为我已经读过这个圣经最后的一卷，我知影我已经较赢。所以2000多年来，教会的历史就是宣教历史，而且宣教的历史相反是这个殉道的历史。若是有教会往前来行的时，就会有人要跳出来抵挡伊。有人捌做过统计吼，讲20世纪殉道的宣教师超过第1世纪甲19世纪所有宣教师的这个人数总额。所以20世纪的教会就是宣教的教会，若有宣教就要有这个殉道。如果若无有这个启示录，教会就毋知影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毋知影
要怎样来进前，毋知影教会要往倒一个方向来行，也毋知影将来结果是啥物。所以启示录安慰因、鼓励因，佮甲因讲会发生的什款的代志，教会要怎样来进前，要往倒一个方向来行，互因对历史有一个属天的看法，知影未来的这个结局。所以无论政府、罗马政府如何来逼迫因，因的话嘛拢有突破，继续勇敢来进前。所以上帝伫这个初代教会最重要的这个超前部署，就是启示录。所以上帝互咱来读这个启示录的目的，是伊爱伊的教会紧紧来准备好，为当进入这个羊羔的婚宴。咱知影羊羔甲新妇伫圣经内面拢是代表基督甲教会。所以无论是伫天灾人祸困境中间，还是伫罗马政府的逼迫的中间，教会拢袂通做什么。教会唯一通行的道路，就是陪伴家己，成做新妇来迎接这个新郎。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就是爱紧紧跟对着这个基督，决然伫元首基督的顶端。教会唯一的道路，就是陪伴家己，成做荣耀这个新妇。这是初代教会唯一通行的道路。这条唯一通行的道路，互初代教会有一个真好的突破。因突破了罗马政府这个封锁。还有一个为影响到大局的，就是基督的新妇。敢有哪来哪亲像新妇嘛？新妇的陪伴，敢有哪来哪配得上基督的圣洁甲公义嘛？伫所有的灾难的中间，新妇的陪伴是唯一会当将历史往头前来推进的非常重要的规律之一。新妇的陪伴，就是要将基督的圣洁甲公义献伫咱的身躯顶，并且将这个基督的圣洁甲公义伫生活中活出来。这个就是教会的这个陪伴。还有一个真关键性的这个因素，就是教会是不是真渴慕基督搁再来呢？基督的再来，甲教会是不是有渴慕基督再来有真大的这个关系呢？因为有真侪基督徒对基督搁再来，并无这个热情的这个期待，是拉轮烧的，无受无冷的。因为你基督要来创啥呢？我要算够行呢？我要食够亏呢？而且基督搁再来是一定会带来这个审判，哦，真惊人的。我还未备办好势，所以主啊，你慢些来，你唔卖来，最好卖来。对这个启示录来看，上帝伫历史、历代甲初代教会中间所做这个超前部署，你就会着惊上帝作为，是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可畏，并且若是了解到上帝常常借着真侪看起来咱亲像是真痛苦、佮真困难的这个事件，互人类感觉到家己是无能为力，重心要倒转去上帝的这个道路的顶端。圣经中最后所教示咱讲，毋通为着明仔载来忧闷，并毋是讲毋免为着明仔载来做规划，乃是咧讲毋通过度的这个考虑明仔载发生啥物款的代志。你人是有限的，你搁再所有的聪明，要有这个100%的这个的时阵，咱就要尽咱所知的，尽咱所会通做的，适当的陪伴。所以最重要就是讲，做咱会通做的，若是袂当做，就交托上帝。咱基督徒，通讲是应该是最习惯这个超前部署的一群人。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，拢是为着永生的陪伴的。只有陪伴好些人，伫这个人生的生活，才会当安然自在。所以教会一方面爱继续来宣告，互基督的福音传遍伫全世界；另外一方面，爱带着渴慕的心。你若听到主要所讲，是啦，
我要进来，咱就爱回应讲：阿明主耶稣啊，愿你来，愿咱的生命拢有这个超前部署的，充满着平安甲喜乐，天后基督早日搁再来。阿门。这条要来吟，这个回应诗歌，主爱的声安慰着我的心。求主甲我同行，日头落山。求主甲我同行，暗暝渐深。主爱安慰声音，点点无因。毋茫予主怜悯，甲我同行。漂泊流浪，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，情景亲像雾。幸福如何留地，啥人知影？这份求主怜悯，甲我同点。求主甲我同行，日头落山。求主甲我同行，暗暝渐深。主爱安慰声音，点点无因。毋茫予主怜悯，甲我同行。漂泊流浪，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，境情亲像云雾。幸福如何留地，啥人知影？只困求主怜悯，甲我同点。漂泊流浪，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，情景亲像雾。幸福如何留地，啥人知影？只困求主怜悯，甲我同点。求主甲我同行，日头落山。求主甲我同行，暗暝渐深。主爱安慰声音，点点无因。毋茫予主怜悯，甲我同行。漂泊流浪，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，情景亲像雾。幸福如何留地，啥人知影？
困求主怜悯，甲我当拼。求主甲我当行，日头落山。求主甲我当行，暗暝才醒。主爱安慰声音，点点鼓音。毋望予主怜悯，甲我当行。飘飘流浪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平静，亲像幸福如何留地，谁人知影？只困求主怜悯，甲我当拼。漂泊流浪孤单，生活茫茫，快乐欢喜情景，亲像阿母。幸福如何留地，谁人知影？只困求主怜悯，甲我当听。咱这粒三角的祈祷吼，亲阿爸悲伤的阮感谢你。今日阮对启示录19章第3个第8节，互阮来思想，上帝是一个超前部署的这个歌手。对圣经中的这个启示录，可能上帝伫历代历史，甲初代教会中间所做的这个超前部署。你就会当感叹着上帝作为是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可畏，而且了解着上帝常借着真多，看起来那就是真痛苦，又搁真困难的代志，互人类感受到家己是无能为力的，所以重新倒转来归向伫上帝，而且咱本身基督徒的人。应该是最习惯这个超前部署的一群人。每一个基督徒的今生，拢是为了永生的避难，就避难好些人伫今生的世界会当得到安全自在。亲爱的爸比上帝，现在我们要继续为着美国、为着台湾的祝福来祈祷。讲求天父上帝来赐福美国这回总统的大选，让选出合乎上帝心意的总统来，互美国、台湾拢会当平平安安。愿感谢祈祷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。阿免。他这条牧师要甲恁祝祷吼。陪伴咱的心，愿天父上帝慈爱甲怜悯，最后所给的恩典、圣神保守的感动、甲交通、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日这
这个网络礼拜就过一段落，嘛后日搁一摆伫空中三角见。愿天父上帝祝福，祝咱大家。